有冇人同我一樣，一直都搞唔明自己嘅性格？明明好努力，但係關鍵時刻就成日內耗。明明想溫柔啲，點知又忍唔住嘴硬。直到睇咗自己嘅基礎命盤，先終於識得自己，同自己和解啦。今日用啲小白都識嘅講法，教你睇命盤入面最核心嘅日主，一眼睇穿自己嘅底層性格。一、甲木日主好似參天大樹一樣，天生有骨氣、有毅力，仲有領導力，做事好有擔當，但就容易太剛直，唔識得變通，成日委屈自己。二、乙木日主好似藤蔓同花草咁，同理心超強，溫柔又細膩，好識得借力打力，但就容易猶猶豫豫，內耗得好犀利。三、丙火日主好似太陽一樣，熱情開朗，感染力超強，社交天賦滿分，但就容易3分鐘熱度，耐性唔夠。其實命盤從來都唔係決定命運，只係幫你更加了解自己，發揮自己嘅天賦，避開自己嘅短板咋。想知你嘅命盤日主係咩？留個日主啦，你可以去我哋個知名平台一鍵生成免費嘅基礎命盤解讀。